請確保關閉所有響鬧裝置，將手提電話和書包放在座位下的當眼位置。考試期間不得發出任何聲響。請檢查你台上條碼貼紙上嘅考生編號是否正確。如有問題，請立即舉手示意。現在會分發試題簿和答題卷。喺未宣佈開考之前，考生不得翻閱試題。現在請檢查試題簿和答題簿。如有缺頁或印刷問題，請立即舉手。如果冇問題，請喺試題簿和答題卷上嘅指定位置貼上條碼貼紙。喺未宣佈開考之前，不得書寫任何字句。考試正式開始。
考試時間尚餘15分鐘。
考試時間尚餘5分鐘，請確保你已經喺所有嘅答題簿同試題簿上貼好條碼貼紙。在宣佈停筆後，考生不得再書寫任何字句。
時間到，請停止作答。